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嘅节目。今日老乡亲朋友来讲北部哦，讲到北部，可能当乡亲们会讲，家地方啊都接去啊，有乜嘅特别咧？今日小介嘅地方吼係南外沙區，其實吼連愛設家都唔係按熟咯，尤其你今日嘅內邊係你有個南外上劍客吼，有乜嘅特別咧？小介乜嘅東西，家家咧分享你今日嘅內邊，第一家家咧分享嘅係南外沙區發展協會嘅理事長葉桂林分享。我係南外沙區發展協會嘅理事長葉桂林，大家好。分享理事長吼，天界裏邊你繞牆嘅強容咪係你哋發展協會東重繞概念哦，佢係馬沙咧戚坤明。我係南外沙區嘅商務幹事戚坤明，大家好。分享，你係呢個呢個曲霸吼七八八咁樣吼，天上嘅係馬沙咧，我昨天講係一隻大專家係馬沙咧清少眾。我係沙區總幹事清少眾，大家好。分享吼，一開始節目有講到吼，講到三屆係南外沙區嘅上劍客。三劍客吼，頭排看電視世界東流行三劍客，可是上屆看以來年齡層嘅分布冇強容吼，從毛理事長。係啊。吼，曲霸係你老一輩的，老一輩的，那個總幹事是中年，老中。老中少，老中青，老中青，當特別哦，一般你講上劍客嘅時節感覺唔係從你向體強容吼，唔過記到咧上劍客哇，要分清哦，老中少咁樣講吼，唔過真是你一開始先嚟講一下吼，你講到北部大家當時會講到南外沙區。今日南外沙區咧發展，因為大家嘅提倡吼發展好冇強容，談講改變自然生態嘅環境當吼，唔過大家上網打定係發展呢個人文係冇？南外沙區吼，那就人口都簡單吼，係咗200人附近，全部人口啦，有得沙區人700人沙，所以講咧。因10年來講，人口啦全部外流，都嚴重啊！吼，就留下來全部老年人好多。台中大概98年左右啊，我們有藝術家入村吼，都做一隻對地方沙區地區嘅環境，香港一個文化資源吼，做一隻調查。所以講感覺到你沙區很流動到人文啊，或一些生活嘅特別嘅特別東西那邊留下來。對，文化或者是那個古蹟之類的，做一隻調查啦。就講對，你沙區行擺，研究啲呢方面要那個做啲發展咧，做一個資源調查。係啊，其實我哋大家發展協會嘅歷史啊，唔係講非常久嗬。一般咧下大家會看到當到嘅後生年紀到嘅轉移狀態去發展，不過基本上想到上屆嗬。可以說是動物很有重量的哈，重量級的，所以會特別感動，因為看到其實曲霸就在講退休嘅年紀，唔過佢還係這麼的投入，對不對？唔過歷史上又講到，它是一個很小的小村落，對，唔過當特別嘅地方吼，佢嘅生態環境很好，所以裡面的地圖嘅10棟棟，是不是？專家度兩片，對不對？所以佢就在講係10村，我們蝴蝶村有嗎？做啲小改一下，嘿。因為沙區就是得天獨厚啦，位在山區嘛，所以這個台自然咧，該養得非常的多。對，像如果說在夏天的時候，在我們社區那個公園裡面，可以看到500-600隻的蝴蝶在那邊。500-600隻？同個時間。500-600隻？在那邊吃飯。在那邊吃飯？對，因為我們種了非常多的一些植物在那邊，所以他們就會在那邊。穿梭啦，還有求偶啦，是這樣子。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的意思講，我去到改變的世界，我可以一眼望去，可以同時看到很多的蝴蝶，有安種感覺。當你走過的時候，它會歡迎你。
这太不可思议了。有冇徐爸，你有看到安豆啥吗？有，确实有很多。好，啊，你韩国也其实记得有。不，砰飞。他这，俺有韩国一家地方咪砰砰飞係滿的動作，有冇？你韓國也是滿的砰砰飛，個你下講係啥麼？鄉親朋友你下都該天時都有看到當熱嘅相片，那個照片也是我們的專家青台購帶來嘅。是想講，比如講很特別的蝴蝶，像這個，對不對？這個幫我們介紹一下。你要知道那個黃裳鳳蝶，黃色的衣裳。对，因為它身上有黃色斑紋嘛。哦。哎，那會出現在我們社區，也有一些很特殊的地緣關係。是為什麼？怎麼說？因為我哋因為新竹丘陵嘛。哦。丘陵它不高。是。那個林線上面它會長一種叫馬兜鈴的植物。是。對，它本身它有毒。有毒。對。但是我們黃裳鳳蝶非常聰明。是。它就是專門去吃毒的東西。哦。然後身上可是又不會被毒到。對。它身上就會累積那個毒性哦，然後一直在從幼蟲開始到成蟲、蝴蝶的時候，它的毒性還是在身上。嗯，所以它在野外飛行的時候，它是非常的瀟灑。是，對，它是非常緩慢的在飛這樣子，它不怕天敵，因為它本身有毒性。對，那鳥看到它都搖頭啊。是，所以這動體片嘛，哈，它有一種改 rubber 豆芽片哈，你改青苔购美到台高的少改一下，像這個，這顏色好漂亮哦。對，它有個桃紅色。對，有冇台高有看到哈偷哎喏？其實偷風色，其實哈，那野外那顏色越鮮豔是越恐怖的。哎呦，要台高要注意哦。對，其實那個是個警戒顏色，是，因為它同樣是吃馬兜鈴長大。哦，所以台高要注意。所以它飛行的速度也是慢慢的。所以安樣係入去到南外沙區都看得到，看得到。其實你想看哈，記得講有200種，有400種安豆哈。其實因為今天我們不可能一個一個介紹，對不對？我們帶來一個比較特別的，這個顏色就沒有這麼鮮豔了。對，像這隻哈，它叫枯葉蝶。嗯。啊，基本上它不會去吸那個花蜜。不會。對。他們專門吃腐果啦，哦，一些比較會發酵的東西。對。所以這就代表說，做埋讓鄉親朋友來分享講，就安樣個入不獨解釋，讓大家來講獨北不敢南外沙區，其實個自然生態是非常豐富的。但強安用因唐公上改，還跟居民合力去建一個入生態區，就是重新水碧通黑毛有嗎？還有嗎？改錦上添花的一個什麼造景，是嗎？有嗎？有哈，馬上來分享一下。好，我來講。好。對，因為我哋一開始我們也是老中青嘛，回到社區之間並不熟。不熟，你們3個不熟？不熟。你下有熟嗎？我來動手從兄弟。感情友好嗎？從兄弟而已。對啊，那時候我們也不熟，那後來我們在推行來沙溪的一些計劃的時候，那都希望說把居民都能夠聚在一起，是，所以我們就寫了一些計劃。哦，那錦上添花亭跟那個蝴蝶池，就是這樣子的情形下，我們都寫了一個計劃。是，其實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聚在一起，完成同一件事情。其實是凝聚情感，對不對？哈，你說那個池，這個過程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而且在那個社區裡面，是歷史中剛才有講到嗎？你說200多戶還是700多戶？200多戶。200多戶，你看700多。其實200多戶700多人，其實你到，可台家橋下總，大家看到相片的時間，人家看到台家在背這些都是居民嗎？是，都是居民，在地居民，都不是挪北強來嘅勞工係在地居民。你對自家有下去聽做嗎？有啊，有。哎呦，以身作則啊！徐爸有嗎？有。幾條工係你咪做？你80人歲幾條工係你咪做？可能咁辦下偷找容辦哦。找容辦係嗎？不過其實大家看到該凍醬，對不對？所以那邊也有一些景點，對不對？比如說什麼景點，我讓大家來特別紹介一下哦。是不是有一個什麼欠短橋係嘛？就南坑村哈，最南端的為首了哈，該又建過差不多100年的歷史。新竹縣哈最長的一個古道，是，但是又長大概2/3已經失落了，剩下1/3，啊，這1000多街的這個石階。還存有400多街左右，那一段還很完整，但是
那个石头有时候等于说没有修维护的话，比较不好走，所以那条古道呢，我们还在计划中。比方说明年度啊，有机会我们会动员社区呢，大家把它修复起来。但是那是在文化上非常具有这个历史价值的，是新竹县来讲最长的一个古道。是邦烟嘛，对，所以我们资源调查里面，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们南外社区最具代表性价值啊，一点历史意义的古道。另外一个就是江家大院，就江家的古厝，所以这2个点都在同一个位置。那未来我们会是社区发展的一个亮点的主要的地方。很有意思呢，永英国很有意思。你看去洞蛇，有没有2把斧、7把沙？英国嘅安蛇在提供自然生态这么丰富，有蝴蝶。那现在台大有以造，就是有蝴蝶池，有吗？然后有历史总讲它有一个很有历史价值感，嵌短卡，有没有？台大走在走古道，那又有古厝。古厝就历史界古家，比历史界古家做地图就都有意义。一站谁提供，可是却这么的丰富哈，所以基本依照强里边里度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讲的是嘿，佢都强下来推行度南回沙区，到底做嘛个事情，用你们发展佢都个文化，唔但像系按用呢，佢都还有营业。容易改做我们讲呛旅行哈，轻旅行，错吗？好，你翻译安翻啊哈，乜个内容咧聊下，等下再来讲。一般来讲，你哋会谈到当到个后生人吼，佢都讲转移，佢都个种头吼去重新去做社区的发展啦，什么推广啊。不过你今天要强调系改变嘅从良去改3剑客吼，老中少吼，你来讲去努力的推广，一只200人府、700人3个一只社区，英国非常嘅丰富。但像安永英吼，我们太多东西可以分享了。唐公在那边，徐爸，你有经营一个民宿是吗？做得安讲吗？就是您接待家庭，对，你做得分享一下，还有什么青年的 long stay 啊，都改变你讲体验农村，做得像徐爸老大家来讲一下吗？我哋就嘅水保局啊，谈一次嘅大专生下乡，然后我们南外社区分到20几位，就要到我们社区来，要住在农村，要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这个天天的我们去除草，他也要跟着去除草。我们吃早餐，他也跟着我们，这完全体验农村的生活。几天几栋一个礼拜。我们一团是20位大专生啊。是。我们家揾到9沙，9沙定係不卡攞到嘅，其中攞到喺當身時嘅，當家人不攞到嗰個，繼續睇下當方佢哋嘅血盤，其中有一個女的，佢話徐爸，我叫你上夜的，那你早就不講。上夜後我這是在山裏邊，乜個媽媽，但個乜媽。我忽然想到，我山圖冇就街廊啊！好棒哦！佢嘅9沙應該沙2隻，就係18隻嗬，你嗬10號會半嘅我山圖你上年冇好像是做，我是2沙半就叫亂嘅，佢好高興哦！佢我來這裡住，來這裡去旅行，就人家就讓他走上年講好高興，所以可以講，你記到啥？我來體驗你農村嘅生活，當有興趣，嚇我哋身邊不頭，記得搞說的，就。對，徐爸，你咧講補啊，就是一直玩到12點啊，他們啲好上門啊，講小說，學這個聽那個，大家，結果他們還一直玩到半夜，
还有第二天啊，天亮我就有去个乌背啊，个聊哦来做些，我讲，一个政府啊，徐部区嗰條盤路安吼，可以講當有成功，吼，他們嘅學生啊，當有認同愛下去嘅發展，哦，佢講哦，愛下去唔到暗河，要做你聽人講啊，要蝴蝶池，要乜嘅哦，嗰啲唔到暗河，講專業可以講一不是啊，個我就係下次啊下落咁講哦。其中cái đại cứu ra hay mình cái toàn phần gì mẹ hai nhiều món đại đồ à cái suy ba ngay hạ trường nhiều bộ ngay đại những cái bây giờ ai còn所以 ngay xa kia cái phát triển à họ cái bắt cái các phương面哈有带来的我本人的知名度啊，大家也很向往讲，然后我下去哦有蝴蝶有乜嘅東西啊，cái呢有河寮。有好高，我哋確實嘅體驗嘅農村嘅生活啦。大家抱手一下，好厲害哦！有冇要動長條嘛？係啊，因為對當到後生人來講嘛，係講尤其後生人到都市態嘅，佢都內地嘛嘅農村生活，佢都基本唔地嘛，所以佢睇你做事係冇，要乜草拍草麼？拍草，除草，腳條殘差草。哦，該沒益處嘅事，就是蠻出眾的，錯嘛哈。不過煮，你煮該配係馬沙煮，煮不記得是馬沙煮。嗌太嚟煮。哎呦，該煮呵。該客家菜嗎？係客家菜。記得去嘅學生係全部客家人，就係講要客家人，就唔係客家人。要嫁咗要外省人啊，要外後來人啊要。不過你純粹煮下嘅客家菜，嘅鹹菜煮啊，鹹菜湯，係要乜嘅？炒豬倉，客家炒肉，還有馬上是咪溫貴竹筍？溫竹筍係。你有冇家煮嘅菜，我都看得到。筍乾嗬。係筍乾，有冇？係最多喺做啲獨盤雞肉係冇？要問幾種嗎？雞嗬，完全係即刻叫個土雞，純土雞啊！你看哦，是土雞兒，還吃土雞蛋，係冇土雞卵。所以其實對東道嘅後生人來講，它當然是很棒的體驗嘛。因為你以前可能沒有農村體驗，然後對你嘅客家來講，你不大家都體驗一下客家菜、客家嘅農村生活。他哪會他做啲聽人徐爸去做農社，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棒的旅行，對不對？然後又像徐爸講嘅，又有一些生態的認識，對不對？當然啊，佢都冇想會做啊，佢都唔改變暗號聊，做埋水麼？啊，不然先聊。還有上音嘛，哈，提造型有聽人意走誰？所以其實這是輕，就是我們說輕旅行的部分，對不對？而且會一直在舉辦下去嘛，會繼續發展嗎？會，對，所以會有導覽嗎？比如說蝴蝶導覽。那一定會啊，一定要的，一定要的，是不是？一定就是陳大哥、群台溝去導覽。不見得哦。哦，大家都這麼厲害。徐爸也可以啊。哦，徐爸也可以。徐爸你要做啲導覽。因為哈，退休後轉來啊，看那個歷史章總共是幹什麼？你咪聽咧，佢上課，你聽咧都上課，佢個乜個講啊蝴蝶，你啊逐啲看啊，看到慢慢嘅學識，佢看，哦，要學到講，哦，你乜個樹，你乜個蝴蝶，慢慢嘅嗬。要學到少。徐爸，你真的好動長條呢，你真的很喜歡動。經學習吼，大部分大苗都經學習。我從來都遇到後生人吼，做啲難死嘅世界是3萬難死下去。不過講到啲嘅世界談講，其實都社區地圖其實有做當到嘅事情。大家家談到係一隻你講輕旅行嘅故事。不過其實還有老照片的分享，對不對？老相片，老相片對我來講，對東東人來講，其實是非常珍貴的。所以你們有收集。收集東道嘅老相片，咁收到老相片，大家是看聽嘛，你哋嘛嘅故事嘛，所以嘛也要老相片嘅故事分享，錯嗎？有冇？你上嘅相片要幫大家收起來看嗎？有嗎？沒有。都有，是不是？馬上嚟先嚟分享一下安樣嘅故事。好，請大哥。
因为社区全部都是老人家居多嘛，哈，那很多的家里都会有一些老照片，哦，有可能还给结婚照啊，哈，那可能都是60年前的结婚照，对，那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努力去挖掘，是希望他们能够分享出来，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想让，可能有些人不会想让人家知道你家里的故事啊，但是因为我们社区就是给大家跟大家庭一样。我去到每个都全部都拿出来了，给你看，给你看。压箱宝，哦，他会跟你滔滔不绝在讲那张照片里的故事。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收集了不少的照片，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让老照片能够说故事。是。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学习历史最好的方式之一，对不对？哎呦，你该下有没有做安永改上？我该下结婚的时间有没有做安永改历？哦，连下读摸嘞，也是认识以前最直接的方法之一，从吗？哦。那在收集照片的过程里面，有一张照片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哦，就是一个新郎官带着新娘，新娘是坐轿子哦，哦，对，从那个山下走那个山路这样子，羊肠小径。哦，到那个老家上面去结婚嘛，对不对？那个刚好我们的那个男主角就坐在我旁边，徐爸是吗？那我们邀请他跟大家分享。徐爸，你那个徐爸，你分享你去跟结婚跟小朋友，你当主角。今天那个总干事讲的主角就是我了。哎，我小时候哈，出生在善都，南汉善都，但是我太太啊。她是北部那个电视局局长的女儿了。哇塞！那时候可以讲就是千金了。然后我们讲要盖鲁特来善都啊，结果不知道怎样，她就会答应嫁给我，嫁给我。哪里啊？因为款你染刀啊。没有，嫁给我，给我骗了，给我骗了。那个结婚呢，当时在民国几年那时候，结果那个。马路啊，还蛮快的。嘿，啊，他从北部街上到我们那个南坑那老家那里还有一段距离。好，前面一段有错个轿车哦，坐轿车啊，新娘轿车。那上面上坡那怎么办？没办法，因为你带善毒。小路。哎呦，种你头白讲错桥，我太太就。轿车也坐了，错桥还讲嘴带，错桥了2个人扛哦。哦，那我们新郎官就吃亏了，要用走路，所以就这样过来。冇法图啊，因为你同意签订，你还挺错的嘛，好，佢错桥你行路，什么？哦，对啊，该嫁过来哈。那时候俺善都还冇田房，就点个电铲房，电的我讲哦，还。那个也没有电锅啊，用个燎款的燎款。有一天，嘟嘟夏天刮风，我太太啊也跟着去，盖个天的刮风。结果那邮差先生送信来了，他看哟，奇怪那个田里面没个曲状的千金有没有哈？啊，好黑啊！结果他信都没有送完，就赶快跑回电信局啊，这样。就跟我丈母娘讲啊，叫局長，你安然無？你要啱冇嫁個台山都去個，我創業哦，躺到，他聽到怎樣呢？一掉頭就往裏邊走，就喺左下就大哭一場，哦，叫係局長啊，安然冇有冇一個嫁個台山都去個，結果這個照片呢，我們有照相呢，照相前，那個我們總幹事呢，去挖寶啊，就一家一家去看你家有沒有，結果就給我們社區挖寶挖出來，所以呢社區嘅照片啊，個結婚照，哎呀，那轎子又出土。對，太棒了哦！唐徐爸講古歷史價值，冇唔錯。唐徐爸講是地講，其實個大眾相片都有個歷史個價值喺地度。不過記得還有多多故事來分享哦，像大家先聊下，你等下你好好嚟談幾條講古。
是的哦，其实哈，你看录相片，讲古都有意思哈。甲糖诶，你徐爸讲故事，当上经糖下去有冇？当上问过甲后来甲发展很容易有冇？其实俩是系头摆，你看的相片做在飞行，做在讲的故事，错嘛哈。我爱想其实哈，徐爸啦，徐爸夫人，其实佢都系高度当幸福的。你看徐爸俩安康客。有冇了安看？司机是赶紧做制服听听哦，系吗？去做制服哦哈，然后来到两边的分享，但是表示讲其实系非常值得大家欢喜嘅一件事情嘛。好，我们讲到录相片，其实记得蛋墙系安样样听听。唐讲除了移动也不下来是客家菜，其实还有推蝴蝶餐，有冇？大家我一开始看到蝴蝶餐是有吓到诶，吓到一下，哎呦！蝴蝶餐是吃蝴蝶嘛？蝴蝶餐谁要帮我们分享一下？好，我分享。其实，在我们在发展设计过程啊，我发现在蝴蝶嘛，蝴蝶村，后来我在发想说，蝴蝶吃的东西很多，发现跟我们都吃的东西是重叠的。像番薯叶嘛。这好特别。对啊，番薯叶很好吃，对不对？对呀。就是有一种蝴蝶专门吃番薯叶。我来解析因地然个性嘛改，我真的很不会这个。番薯，他们吃番薯叶。番薯叶，对，它叫琉球紫蛱蝶，是，也是很漂亮。对，那另外像路边的野草，也非常多，都是他们的食物。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社区获得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个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都知道说，这种草是蝴蝶要吃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撒农药。我们要顶多要割草机割哈。我们撒农药的话，也会把它们给伤害到。甚至因为这样子，萤火虫也住在同个区块里面，也学到植物的知识哈，对不对哈？动植物的知识好棒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学到个柔软的心呐。以前都很粗暴。现在都会想得非常的仔细，而且好细腻，对不对？哈，而且因为台大师从一讲就安永改地区空点，所以大家慢慢的对这个社区的凝聚力跟维护的心情就不一样，你连除草都要先顾到，这个是咱们儿系的哦，台大的谁你哦，对不对？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会觉得很珍惜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会觉得好像是自己的财产。头摆要起价讲，头摆要起到，你起价改不顾好时候嘞，你还嘿，你还要起到，你还你抬价改抬价听，对不对？所以蝴蝶餐，大家因为想说蝴蝶餐一看，地瓜叶，因为我们跟蝴蝶吃一样的东西，是不是还有柿子？有啊，对不对？对，柿子，像柿子树上，它就是会有一种叫红尖粉蝶嘛。对。那红尖粉蝶它就吃那个柿子树上的一种叫桑寄生的植物。对。那因为柿子也是我们北部很有名的那个名产嘛，北部的石柿饼。所以我们会把柿子加在我们的那个客家餐里面。对，所以台家其实安永改客家餐点呢，是接做的是到饭酥肉，然后做的是到起饼入菜，昨天讲吗？柿饼入菜。那个柿子煮排骨汤啊，柿子可以煮排骨汤，对啊。那个有柿霜的柿干。是吗？对。哇，徐爸又柿饼排骨汤，对，很有名。好吃吗？好吃啊，不用加糖，因为柿子本身就有甜味。嘿，哇，该真是动蛋呢哈！如果讲到两瓶，有柿啊肉嘞，款啊肉嘞，得到知识也有了，对不对？农村体验也有了，有没有发展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回馈？对你都来讲，你都很辛苦。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回馈就是居民的力量凝聚，这是第一，不要听从黑，然后知识的取得，对这个土地的爱护、草的爱护。可是有没有去到那里的人给你们的直接回馈？刚才徐爸又分享啊，那个吃蛋的孩子很开心，有没有？有没有？理事长要分享一下吗？还是陈大哥？让我们总干事来讲。那陈大哥讲一下好了。回馈哦。其实就刚刚讲过，就是说，居民本身的一些，算生态保育观念的提升啊。了解。对。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刚讲过，我们会非常珍惜土地的价值。
好，我像祖先他交接给我们这块土地，所以我们也要交接给下一代。是，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珍惜这个土地，我们不会去随便去破坏它。对，很棒哈，因为大家未做咧看到伊都相片哈，是当后上年去都改变去甘肃去都有改那个像蝴蝶餐啊、客家餐啊，对不对？很好玩哦，所以你们3个会不会感觉越来越有活力？会不会？会嘛，哈。会啊。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人物志，你们会想要推行未来社区人物志？因为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像徐爸这一种，或者是里面有很多我们可能可以去挖掘的人物故事在里面。有啊，我们有徐爸、徐妈，还有江妈啦、洪妈啦，好多哦。对，所以有可能会发展人物志吗？还是已经在陆续的？这个我们请村长。有吗？历史长。所谓人物志哈，是我们社区一些像计划里面的青年哈，他认为我们社区里面，目前志工群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一个专长或者他的特性，要把他平常出来在社区跟做志工的期间所表现的，他把记录下来。所以每一位社区志工妈妈们啊，或者说社区的伙伴，有些什么特色，他针对每一个人把它做成个人的记录，这样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怎么做法了？没错，未来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规划？有吗？比如说每年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暑假的什么蝴蝶季呀这样子？每年的主要的一些祭典哈，我们其实以前从102年开始，就每年找一个蝴蝶最旺盛的季节呢，来办一个蝴蝶季活动，来推广我们一些像活化活动、农产品的推销啦，或者说介绍我们社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历史文化。那去年很可惜，去年没有办。那想我们过了今年的明年度，我想我们还是会恢复蝴蝶季的活动，主要是在大概7、8月，蝴蝶最旺盛的季节，是让大家动员大家来参与，同时把我们社区的一些小农产品啦，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东西带给一些游客，让他们进来分享我们的一些盛事啊，这样是，所以谈历史同啱講吼，大家是啲其實從北部了才細細個地方，200戶人家700人3個人，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可是你想記得按3萬大量來做按多個事情，所以基本上要強調你講。人外上節客來到節目地圖來分享，其實記得我做在分享嘅故事，貼到咧，基本上你係簡單，讓大家向前來先了解一下。當然也希望講分享進地圖，是像陳大哥講嘅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那個核心價值，你用呢類認識一家嘅沙氣。土地來凝聚安樣嘅力量，不過要看基本嘅夫妻來嘅鄉親朋友是咪介有安樣嘅小嘅大家是咪啲講係講大家有限嗬，不管你係大到北部嘅人，嗱唔係北部嘅人，你係講有興趣真係做得去南外社去行聊聊，尤其係熱天嘅時節去看青苔哥去講嘅係咩真係有。按豆嘅人啊，係咩景色的吼該真的是很不可思議嘅一個地方，所以基本上希望大家收播動態，多啲回饋什麼南外3節下嚟到節目地裏，感謝大家，什麼大家，好，要閒接來聊吼，好，講到呢一片咧，大家係做乜嘅咧？聽你來做認同了。